主后2026年3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心的突破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翰福音第4章43节到54节。2日后，耶稣离开遐去加利利，因为耶稣家己捌讲，先知伫家己的故乡未受尊重。耶稣到加利利的时，加利利人有甲伊欢迎，因为因去耶路撒冷过搬过节的时，有看到伊伫节期中所做一切的代志。耶稣搁转去加利利的迦纳，就是伊捌用水变做酒的所在。伫遐有一个迦百农的官员，伊的囝破病。伊听到耶稣对犹太来到加利利，就去求耶稣落去迦百农医治伊的囝，因为伊的囝得要死啦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若无看见神迹奇事，一定袂信。迄个官员应讲：先生，请你伫我的细囝还未死以前落来去。耶稣对伊讲：转去，你的囝袂死。迄个人信耶稣甲伊讲的话，就转去。伫路中，伊的仆人拄着，甲伊讲伊的细囝活起来啦。伊就问因，伊的囝什么时好起来？因应讲：昨昏下晡1点热就提去。老爸知影，拄迄个时，耶稣甲伊讲：你的囝袂死。伊家己信，全家人嘛拢信。这是耶稣对犹太来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2个神迹。信心的突破。耶稣离开撒玛利亚了后，倒转来到加利利。当地人因为上耶路撒冷过搬过节的时，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拢真欢迎伊。这位官员听到消息，前来求耶稣去迦百农治好伊迄个破重病的囝。耶稣对伊讲：你若无看见神迹奇事，一定袂信。但是迄位老爸犹原恳切祈求，耶稣就对伊讲：转去，你的囝袂死。迄人信耶稣的话就转去，结果伫路中得知囝儿已经痊愈，伊和全家就信耶稣。这是耶稣对犹太转去加利利了后所行的第2个神迹。照着这个神迹挑战当时人要看见神迹才相信的错误观念，照着安尼改变因对信仰的想法。当耶稣对官员讲：你的囝袂死的时，这句话并无外在可见的证据，但是官员选择相信，搁踏上规庭。这一步是信心的突破，伊无搁再坚持眼见为凭的神迹，是顺从耶稣的话去行。笔者的孙仔拄当出世的时，互医生检查出毋简单有先天性无尻川症头，还佫有先天气动脉瓣膜闭塞，报告顶面写消化器官畸形、呼吸器官畸形。阮全家，特别是小弟夫妇，原本是满心欢喜期待新生儿会来到，无打算煞迎来安尼残酷的打击。孙仔出世了后，差不多拢带点到病房。医生讲，这个囡仔活袂过3个月。每次阮去看孙仔，敢若看伊细细的身躯，
插满讲，迄种艰苦的心情实在无法度形容。我拢真想要看到上帝惊信者就医好即个囡仔，但是每次收到病危通知，拢考验阮的信心。原来，阮上款想要凭目睭看会见的信者来确认上帝的真实。身为牧者的小弟讲，迄段日子伊常常用目屎洗面，每一顿拢诚无滋味。除了祈祷、读经、唱诗歌，根本无心做其他的代志。就伫小弟感觉绝望的时，上帝予伊一段话，深深安慰伊。伊后来讲，虽然囝儿先天有遮尔济的疾病，毋过迄毋是被咒诅，也毋是怀孕生产失败，是上帝原本就安尼创造伊。伊的样相是伫上帝心意中。阮安尼伫疼伊，敢讲上帝袂比阮搁较疼伊？即个囡仔经过大大细细几遍的手术，伫每遍看起来若像绝望的时，上帝总是用伊奇妙的方式，互伊活落来。到呾伊已经是一个活泼的国中生。这一路行来，虽然坎坷，毋过阮全家深切经历上帝全然的保守甲祝福。盼望咱伫生活中学习单纯信靠上帝，就算环境看起来若像艰难绝望，也会当因着上帝应允的话语，勇敢踏出信心的脚步。默想，当我拄着困难的时，是毋是愿意亲像迄位官员共款，无搁再执着伫眼见的神者，是单纯信靠主的话去行？当我拄着困难的时，是毋是愿意亲像迄位官员共款，无搁再执着伫眼见的神者，是单纯信靠主的话去行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承认家己常常软弱，总是想要看见神者，也是随时会改变，才愿意专心信靠你。我的信心无够，求主帮赞。愿你的话语成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带我每一日行伫你所喜悦的道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